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继续来看以利亚的故事。咱顶礼拜，咱有提起着上帝找以利亚去到撒勒法的所在，互伊去挖苦一个寡妇。这是一场的信心的旅程。上帝借着这个信心的旅程来操练以利亚的信心。咱嘛有提到讲，这款信心的操练是为着要互以利亚会当为着上帝做更较多的代志。咱这礼拜，咱就要来看以利亚做了什么款的大代志。明天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只是要领受你的话，求你帮助阮，求你安静阮的心，互阮会当摆除所有搅了阮领受你话的因素，互阮会当专心一致，注心地听你的话。也恳求主，你修饰阮智慧，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语的奥秘，也修饰阮信心，会当伫听了后，照你的话去行，互阮领受福气。恳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人看今日的经文，咱若对第一节开始来看18章的第一节开始来看。咱看见着上帝啦，以利亚讲，已经经过3年外的这个旱灾，上帝要降雨，互这个大地。但是上帝爱伊去见亚哈王，而且巴力的先知来挑战。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战役。为什么？因为这是关系一些人的信仰的一个战役。这场真出名的属灵的战役的地点，咱知就是伫加密山。这个参与这场征战，有几个角色，咱来明白一下。第一个角色就是糊里糊涂、受人控制的以色列王。以色列王亚哈是一个软弱无能、受到伊的母亚西别控制的一个君王。咱过去有俗语当然这是徛伫查甫人的角度去看的咱的俗语讲种着歹田望后冬啦娶着歹某一世人佫讲娶着好某较赢做主啦，娶着歹某一世人艰苦这个亚哈王就是娶着一个歹某互伊一世人艰苦，互伊做毋对代志，互伊做错误的判断。伊差不多，咱看圣经，伊差不多完全听伊邪恶的某亚西别的话。亚西别是一个真强势的王后。咱若详细去看圣经，咱会发觉讲，真济伫国事顶面的决断，拢是王后的主意。咱顶回有讲过，亚西别伊是西顿王的查某囝，所以伊嫁互亚哈王了后，伊就将伊所敬拜的神明巴力，甲伊做伙带来到以色列。这亚哈王伫圣经中看到是伊拢去互伊的某偏仔牵咧走，所以连信仰遮尔重要的代志，伊嘛受到亚西别真大影响。所以自然伊就对伊去敬拜巴力嘛。所以伊就是一个无主张、糊里糊涂。虽然是做王，但是却受人控制的一个王。这是第一个角色。另外伫这场战役中间有一阵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人民啦因为以利亚伊要求亚哈王爱招住这百姓，做伙来到这个战场中间，来到加密山。然后圣经讲，伊对这百姓讲：你要到什么时阵才会当抓到主意？如果上主是上帝，你就敬拜伊；如果你若认为巴力是上帝，你就去拜伊好啦。所以以利亚伫百姓面前对讲这话，就是讲：恁家己决定，恁到底要拜什么款的神。当然，咱看见着百姓伊可能因心中嘛知影讲爱拜上帝，但是
咱看起着圣经记载讲，因一句话嘛无讲。为什么一句话无讲？因为咱有一句俗语讲，西瓜我大饼嘛。当时阵是亚哈甲亚西别咧掌权的时阵，这百姓看讲，我若讲我要敬拜上帝，不要敬拜巴力，可能这王甲王兄若生气吼，因为有生命危险，所以为了保护家己安全，所以点点无代志吼，免得讲受到灾害吼，所以上界安全的方法。就是对国王兄去拜巴力嘛，对这有权势的人做都无问题。但是伊利亚来问，因煞唔知影决定啦，煞点点唔敢讲话。所以这百姓因一方面知影爱敬拜上帝，但是一方面佫惊亚哈甲亚西别的权势，屈服伫权势下面，来违背真理。这就是这群百姓。第三个角色，咱看起着亚西别所供应的450个巴力的先知，甲400个阿舍拉女神的先知，总共850个。这先知长期以来被利用来控制一切的人，因带因去敬拜巴力甲阿舍拉女神，而且因个迫害耶和华上帝的先知。直到迄个时阵有真济这上帝先知必须要暗中被密起来。迄个时阵亚西别王后的力量非常大，迫害这先知，因人遐尼济，而且因个后壁个有国王甲王后的势力，所以无恶不作。所以850个人真济的这个巴力的先知。咱来看上帝这边呢？上帝这边只有一个，以利亚讲面对这条征战的中间上主的先知只剩我一人尔，伊是一人孤身作战，所以这个时阵咱知影是伊上界孤单、上界痛苦、上界悲惨，但是同时嘛是伊上界坚定、上界勇敢的时刻。伊讲只剩我一个人。但是我一个人要面对这么多人的挑战，伊的对手实在真济啊！咱讲较歹听就是这巴力个先知一人配一个喙烂用来掩饰啊。但是面对这款的情形，伊一点仔嘛无灰心，伊知影伊徛伫上帝这边，上帝也徛伫伊这边，伊知影这个战争的真重要性。因为伊相信，因为这一遍的圣战，会当将这百姓的心来挽回回来，会扭转回来，互因去敬拜上帝。所以伊就决心要面对这款的征战。咱来看因安怎征战。以利亚就向因提出挑战。这比赛方式真简单，两边拢摕一只公牛，一只互巴力个先知。一只互以利亚，两边拢起一个祭坛。巴力个先知向巴力祈求，以利亚向上帝祈求。看什么款的神明来点降火来烧这个祭坛就表示迄个是真正的神明。伊提出这款的挑战，百姓拢齐声表示赞同。所以以利亚就对巴力个先知讲：恁人较济恁先去准备，恁一只牛来准备好势。巴力个先知准备了，去一个祭坛了，就开始祈祷，开始大声话讲：巴力啊，请答应阮的请求。然后围伫这祭坛边啊跳舞祈祷，但是即马反应也无。对早起时一直祈祷到中昼。中昼时一直祈祷到下晡，很晚节的时阵，拢无声无息，无动无静。到中昼的时阵以利亚搁起来消遣，你若叫较大声，恁叫了伤细声啦恁的神巴力可能咧冥想啦，可能出去佚佗啦，
也是讲伊咧困，你若叫较大声吼，但是因着大声叫，甚至用底刀扑伤家己，血拢流血流滴，但是巴力犹原无动无静，无声无息。这个时阵，上帝先知以利亚开始要祈祷，但是伊伫祈祷之前咱来知影，伊做几件真重要的代志。这是今日信息的重点，请大家爱注意。首先，咱看起着圣经安尼讲，以利亚对这民众讲：“恁过来，恁着围绕伊做伙。”然后，伊将迄个毁坏了上主的这段来修理好势。虽然伫遮无提起，但是真明显，迦密山过去是敬拜上帝的所在，所以过去可能有这段。但是这段因为阿哈甲亚瑟别的缘故被破坏，所以以利亚重新修好这段。这是第一项代志，真重要就是伊恢复对上帝敬拜的所在，将敬拜的所在来备办好势，来重建好势。有敬拜的所在了，伊做第二件代志，就是重建敬拜的百姓。有敬拜的所在，嘛要有敬拜的人。所以伊摕12块石头，每一块代表一个支族。咱知影雅各有12个囝，这是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所以这段就是代表上帝的百姓。而且咱来注意这段经文内底真重要的是讲，特别注明的讲。上主捌予雅各一个名叫做以色列，伊特别提醒以色列这个名是上帝亲自到雅各改的，予雅各这个新的名。所以提醒伊这百姓讲咱的上帝，咱敬拜的上帝，甲你有一个真深的关系，甚至连恁的名都是上帝来恁号的。所以过去到现在，你甲上帝应该是上界亲密的，巴力根本甲你一点仔关系嘛无。而且咱看起着伫后壁36章以利亚咧祈祷的时阵，伊对上帝讲伊是安尼讲：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其实咱若看和合本的圣经原文是写阿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上帝，所以提醒讲。这个上帝是恁的上帝，恁的名是伊号的，伊甲你有真密切的关系，所以用安尼去唤称这以色列百姓，恁是上帝的百姓啊。所以咱看起着以利亚头去做这两件代志，先起好敬拜的所在，然后佮重建挽回这个敬拜的百姓。第三项，伊开始祈祷。这祈祷真重要，伊祈祷的内容是安尼：伊讲上主啊，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啊，求你显明你是以色列的上帝，我是你的奴仆，我所做拢是遵照你的命令，求你答应我，上主啊，答应我，通好好这百姓知影你上主是上帝，互因回心转意。咱注意听伊祈祷的内容，伊祈祷的内容无讲上帝啊，你互我得胜，你互我较赢，互我有民主，互我通知讲我是真正的先知，伊毋是安尼祈祷伊是祈祷，互以色列百姓会当回心转意，互所有的百姓会当知上主是上帝。伊祈祷上帝借着彰显这个信念，互上帝忠心被这百姓所认捌，互上帝忠心被这百姓所尊重，互上帝得到荣耀。所以祈祷是为着上帝啊，互人知影讲，上主是以色列人的上帝。有敬拜的所在，有敬拜的人，爱互即群敬拜的人明白敬拜的对象是啥物人。所以这就是伊所做的，也是真重要的，咱爱去思考的。咱生命中间有时阵因为是我世事的无用，互咱将咱心灵中迄款上帝的这段被破坏，咱都爱一步一步去起造迄个心灵的这段，然后了解咱是属
上帝，咱应该爱恢复敬拜上帝的一个身份，这是真重要的。结果咱看见到圣经安尼记载，上帝就降火烧了这精星茶，而且烧焦所有的石头甲地面，然后百姓看见安尼，全部拢拍败伫地面，大声喊讲：上主是上帝，独独上主是上帝。因真知啊，因甲上帝的关系，因恢复因甲上帝的关系。最后一项，咱看见着圣经，伊也去做一件代志，伊下令爱百姓掠掉所有巴力的先知，一个嘛无互伊逃脱。百姓就掠掉因，伊就带到因基顺溪边啊，将因所有拢杀掉。为什么？爱将这邪恶的势力、这无好的影响力完全除尽，免得未来这百姓阁受因影响。今仔这段经文其实互咱真重要的信息。牧师要甲大家分享3项，咱来记伫心肝。第一项，咱必须要明白咱其实是。咱是踮伫一个充满挑战、试炼的世代。咱伫生活中间会拄着真侪无共款的征战。有时阵咱会亲像以利亚同款，孤身一个人去面对这征战。可能有时咱会受人误解、受人怨恨，也有时可能受到患病的攻击、身体的软弱，也可能会拄着一寡无公义、无公平的代志。有时阵，咱感觉讲咱真孤单，加上咱家己一人咧面对，真像以利亚先知同款。咱有时感觉讲咱是遐尼渺小、遐尼卑微，对这代志拢无法度完全无法度改变。但是今仔日以利亚的故事，互咱一个真好的激励甲提醒。伫上帝无困难成的代志，咱虽然踮伫黑暗的中间。但是咱在一点仔光，就当赶走所有的黑暗。咱倚靠上帝，检测有850个先知、巴力的先知咧攻击咱，遮尔大的攻击，咱坚持对上帝的信心，相信的确会带来改变。咱的生活中间，我拄则有讲过，有时阵咱生命的这段，因为世事太过无用。被破坏，这时阵咱就爱学习，爱专心去敬拜真神上帝。当然，咱拢是敬虔咧敬拜上帝，但是咱爱理解，巴力常常会发生做一寡其他的代志，进入咱的生命。请咱会记住，凡是会取代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人、代志、甲物件，咱拢爱设立。因为这代志会拆毁咱敬拜上帝、亲近上帝的这段，所以牧师要大家建议，咱来常常去提醒家己，你心灵的这段敢有被拆毁，你会修建起来，透过敬拜更较无上帝，咱透过祈祷、透过灵修，加强甲上帝的关系，亲近上帝，对上帝有更较深的认捌。更较深的体验，这当保持咱去敬拜这个真神上帝。咱今日是中秋主日，过来就是进入受难周。受难周是一个真好，咱来思考信仰的问题的一个时刻。因为咱伫这个时刻，咱透过读圣经，咱明白主耶稣基督安怎伫这段时间为着咱承受迄款的苦难。咱透过这款的默想思考，搁一遍甲主耶稣有一个亲密的沟通。咱伫拜时暗时，咱有一个甲主同坐的，一个主耶稣纪念主耶稣最后晚餐的一个礼拜。咱做伙来参与，而且去思考讲主耶稣基督安怎去牺牲，担当咱的罪过。所以咱时常安尼提醒家己，就是咧修造咱被拆毁的这段，甲上帝有更较亲密的关系，咱都有力量去面对咱世间上所有的攻击甲挑战。
最后一项，咱来理解，咱的生命中间若永远一点点仔歹，伊就会伫咱的生命中间摊开，造成咱整个人的败坏。咱看新闻，咱就知影，欠2支螺丝，就当互一只车发生危险，互车顶的人遭受生命的危险。一只船去卡伫迄个运河顶面，1点钟会影响世界经济4亿的美金。咱想讲这是件小，敢像一件小代志，但一点点仔无好，就影响真大。所以咱伫咱的生命中间，永远一点点仔歹，伊就伫咱生命中间摊开，影响咱整个身体败坏。所以咱爱时时恳求圣神来清气咱的生命，互咱会当完完全全属于上帝。愿上帝亲自赐福保守看顾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话，就是旧约先知的见证，互阮明白，阮安怎倚靠你来面对人生中间的试炼甲挑战。求主帮助阮，拄紧阮生命中间所有的歹，阮全全属于你。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